最深刻咧，都係個孫同我講話：爺，你身體最緊要好啊，睇住我大啊咁樣。希望調理好身體之後，都有機會見到啲孫畢業啊，見到佢哋畢業嘅時間，我影翻幅相都好啊。孫女一句簡單嘅支持，成為咗郭生控制三高最大嘅動力。如果你嗰個血壓你再控制得唔好嘅，第二次中風嘅機會咧就好大咯，有80-90%㗎。分分鐘第二次或者要坐輪椅啊，要成啊，行動唔方便嗰陣時，又要麻煩屋企人，又要佢哋擔心，咁就無謂啦咁樣。10年前，一場突如其來嘅中風，令到郭生重新正視身體警號。中間發生咗咩事？而佢又係點樣用半年時間逆轉呢一場健康危機呢？香港每4個成年人入面就有1人患有三高，長期得唔到有效控制嘅話，唔單止會損害器官，更加會引發心臟病、糖尿病，甚至中風。有一朝起身嗰陣時，坐喺度睇電視嗰陣時咧，就突然之間覺得半邊身冇力，就直情係活動唔到。我啲仔同埋新抱咧就打999咧，就同我入去東區醫院啦。去急症睇，佢就話我血壓高，就冇乜點理我，淨係留醫一晚，就叫俾藥我食，就叫我出院啦。喺公立醫院出嚟之後，屋企人見到郭生嘅情況冇好轉。半邊身依然唔係好喐到，講嘢都有啲口齒不清，決定即刻去私立醫院求醫，發現事情並非只係高血壓咁簡單。跟住我翻到嚟屋企咧，我新抱見到我咁嘅情形咧，就覺得好似好唔掂咁，佢就叫我同我搭車就去養和嗰度睇咧。養和嗰度就話我咧血壓高，而令到我頭上高有3條血管塞咗，就輕微中風。因為養和嗰度叫話你叫做好彩啊，又發現咗。如果唔係真係唔知後果就係點樣嘅，因為唔知道你中風嗰個位置係影響到你身體邊邊嘅，可能你一邊或者手腳或者你個人喐得又唔奇。好彩早發現，幸運避過一劫。但係對郭生嚟講，出院之後挑戰先至正式開始。諗住戒晒以前不良嘅煙酒習慣就 OK， 但其實真正嘅危機係佢嘅飲食習慣。咁嗰陣時我就開始決心就戒煙同埋戒酒，諗住咁樣可以調理下身體。點知之後咧就覺得個人悶咧，就好似飲食習慣咧就冇咁好，成日食嘢咯。中意食嘢就喺屋企坐定又好，出街行又好，就周圍都係揾嘢食啊，食到個人就肥胖咗。就嗰陣時就所以食到我啲血糖咧就突然間過咗線啦，個人覺得攰咁咯，就唔願行啊，唔願喐動咯，所以咁血糖高，差唔多3高啦，乜都齊噶啦。如果你嗰個血壓你再控制得唔好嘅，第二次中風嘅機會咧就好大咯，有80-90%㗎。即係有啲驚啦，叫做因為你如果係到第二次中風，你冇或者冇第一次咁好彩㗎啦嘛。咁分分鐘第二次或者要坐輪椅啊，要成啊，行動唔方便嗰陣時，又要麻煩屋企人，又要佢哋擔心，咁就無謂啦咁樣。我都希望都有機會見到啲孫畢業啊，起碼大學畢業啊，見到佢哋畢業嘅時間，我影翻幅相都好啊。好驚會2次中風，唔想帶麻煩俾屋企人之餘，又諗起仲年幼嘅孫仔孫女，想有多啲時間同佢哋相處。呢啲諗法令到郭生終於下定決心求醫，正視身體問題。咁潘醫見咗我之後，同我把完脈睇完之後咧，佢就叫我盡量去減肥，改下啲飲食習慣。開頭我覺得你咁樣好似好麻煩咁，因為咁多年嘅飲食習慣啦，全部要改要成咧，就好唔方便。但係我有時諗下啲孫女啊，諗下唔好有第二次中風嘅嚟影響到人咧，咁我冇辦法，我咪嘗試下先啦咁樣。喺2016年尾咧，即係佢屋企人話俾我聽，佢突然間有啲暈喎，出現咗啲手腳麻痹嘅現象喎。咁我話：咦，呢個比較危險啲喎，可能係出現咗一個中風嘅現象。
好彩個情況咧唔係好嚴重。我哋後尾就用一啲中藥啊，通經絡嘅原理啊，同埋化活血嘅狀況咧，去幫佢成個身體去調整翻。其實都係只係用咗3個月時間咧，佢整體嘅康復咧都幾好嘅，唔錯嘅。10年之後咧，成個身體除咗年紀嘅變化之外咧，佢嘅身體亦都係即係出現咗多少少嘅我哋叫做慢性病嘅一啲現象出現啦，包括血糖啊、血壓啊、膽固醇啊、脂肪肝啊，甚至乎出現咗一個叫尿酸嘅狀態啊。咁呢幾個情況，大年紀咗嘅病人嗰度咧都好容易出現嘅。關鍵原因第一咧就係一定係體質因素先。體質因素係決定咗成個身體嘅趨向。去到某個年紀或者係你嗰個工作咧過於繁忙之後，消耗得成個身體嘅正氣好多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內臟慢慢嘅功能就會出現變化啦。咁當中其實好簡單嘅三高佢嘅出現，事實上係一個身體我哋叫做退化性嘅一種表現。咁中醫我哋做啲咩嘢咧？中醫就係根據你嘅身體嘅退化嘅程度，我哋作出一個適當嘅一啲干預去幫你。例如譬如話郭生佢屬於一個叫做上熱下寒嘅一個狀態嚟嘅，而內臟咧好多地方都係偏我哋中醫講嘅寒濕同埋帶淤血嘅一個狀態。咁所以透過中藥我哋叫溫陽啦，一啲叫做補腎啦、驅風啦、活血啦，一啲叫沉降，甚至乎有啲藥物幫佢瞓下覺瞓得腍多啲嘅藥物嘅時候咧，令到佢一就休息得好啲啦，二就係消化系統嘅功能咧係提升翻，令到入邊身體嘅新陳代謝下降嘅一個速度咧慢慢提升翻上嚟，咁所以可以幫佢燃燒內脂啦，甚至乎將佢嘅脂肪肝咧係都可以係舒緩咗落嚟嘅。中醫成日會強調一個點就係叫做陰平陽秘。其實咧所有身體嘅氣嘅運動咧係需要有一個好穩定嘅升降出入。大部分咧一啲所謂中風嘅病人咧，佢哋嘅身體嘅氣嘅運作咧係好容易偏咧上升好快，下降就好慢。我哋叫升多降少，或者係出多入少呢啲現象。咁特別係啦，郭生其實因為以往都佢塊面咧好容易紅嘅，等於咧我哋身體嘅氣血向上升呢個速度咧相對夠快嘅。咁呢個快咧係唔好嘅快喎。如果你再係休息得唔夠，再喺飲食上面係唔留意嘅話咧，其實咧係一定係會有個趨向性，令到你嘅血管，特別係心腦嘅血管嘅硬化程度會增加。咁到去到再差啲嘅情況嘅時候咧，會出現身體會所謂一啲凍風嘅現象，咁會造成所謂即係西醫講嘅一啲中風，或者叫腦血管嘅意外啦。佢可以出現係一啲血管嘅破裂啦，佢可以係出現一啲血管嘅栓塞啦，即係話塞住血管嘅一種中風嘅現象啦。郭生透過戒口啦，包括係做運動啦，包括好乖咁去食藥啦，咁其實喺幾個月裏邊咧，你好明顯見到佢咧體重都已經開始下降，佢嘅血糖就得好好，咁亦都係減緊藥嘅。除咗體質調理之外，揀咩嘢食對郭生嚟講都非常重要。要搣甩以前嘅飲食習慣，選擇健康合適嘅食物，就需要營養師一齊幫手。一開始郭生嚟嘅時候咧，咁我哋又幫佢上磅啦，咁其實都會見到個體重上面係已經係屬超重嘅，咁個內脂都特別高啦，去到17嘅。抽血驗身報告咧，知道咗就係有中度嘅脂肪肝啦，之前有小中風史，咁平時飲食上面比較少嘅膳食纖維啦，咁比較高脂高精製糖呢一啲嘅。每一次見面啦，咁睇翻佢平時個 diet 同佢 fine tune 咯，蛋白質上面會叫佢食翻多啲，特別係深海魚嗰一邊，譬如話我哋青魚三文魚咁另外就係話大豆蛋白嘅攝取嗰邊都有叫佢提升翻嘅。呢啲咧就針對翻多少少喺膽固醇內脂各方面咯。水溶性纖維呢一樣嘢其實都唔單止係針對翻血糖體重其實血壓膽固醇呢啲都會幫到手啦，可以提升翻個飽腹感咧，即係延緩咗血糖嘅升幅啦，咁同埋都可以降翻個膽固醇水平嘅。其實佢都真係好叻嘅郭生嗰邊，因為佢係每一次見面咧就基本上都會見到嗰個成績嘅。去到中後期嘅時候，糖化血色素咁都有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啦，7%咁降翻去5.8%。中度脂肪肝嗰邊咧，我哋再check 翻啦，體檢翻，其實都見到已經消失咗，就冇噶啦。我見都掙扎咗成個月噶啦，慢慢咁樣，慢慢
開始習慣咗咧，又好想減肥，又好想食嘢，咁冇辦法啦，喺度一路咁樣望梅止渴咁樣，有一睇冇得食嘅，嗰種忍法係最辛苦。得閒諗下啲孫咯，咁樣同佢哋玩嗰陣時咁樣記得食嘅啦。同埋一路又希望即係唔好令我啲孫啊佢哋失望，佢成日叫爺爺努力加油咁樣。咁我咪唯有咁一路咁樣落去調理咗幾個月之後，個人係精神咗，磅數係落咗嚟。而我去糖啊，可以唔使食血糖藥啊，就同埋嗰啲脂肪藥啊，嗰啲血壓嗰個度數咧又穩定好多，所以咧覺得阿潘姨同埋阿 Cindy 咧就即係教我嗰個方向係正確嘅，咁我又好高興咁，我一路照足佢哋嘅吩咐去做。想全面改善三高、脂肪肝、糖尿、超重等等嘅身體問題，除咗中藥調理同飲食之外，運動都係其中重要嘅一環。決心改變嘅郭生當然做足晒。本身我兩隻腳髖關節都做過手術嘅，如果係勁嗰啲運動就唔得咯。要做啲輕微啊、拉下筋啊嗰啲咯。教練咧就叫我即係盡量做嗰啲拉筋啊，即係唔好，因為驚我兩隻腳受傷。就每朝一個禮拜叫我落去公園嗰度行半個鐘頭，盡量鬆下個人啊，運動下咁樣。咁其實喺我哋運動處方嗰邊嘅話咧，其實就最主要係幫佢有效有系統咁用翻啲血糖，即係呢啲我哋話有內科問題嘅要注意翻。其實我哋每個星期見2次啦，咁每次1個鐘頭嘅訓練。主要喺我哋呢度嘅話，其實一定係做翻啲負重嗰啲阻力訓練嘅。咁練翻嘅話就練翻啲平衡啊、協調穩定嗰啲情況咯。其實我哋話做一個叫阻力訓練啊、負重訓練咧，其實我哋個重係代表咩咧？體重。即係其實我哋係應付自己嘅體重，咁只不過好多時候可能大部分人以為負重訓練係俾啲年青人去做，咁但係其實忽略咗，其實可能銀髮族啊或者呢啲手術後，其實對肌肉嗰個需要係反而比後生仔更加需要。咁所以譬如我哋去做翻一啲大肌肉訓練嘅話咧，咁除咗第一樣嘢令你身體血糖可以有個出路之外嘅話咧，咁其實對外個活動能力會提升翻。主要我哋話去練翻我哋個下半身啦、大腿啊同埋背脊啊呢啲情況咯。本身呢兩個位置都係我哋叫大肌肉嘅地方，特別要針對翻啲 core 啦、核心啦，因為有脂肪肝，其實都係好多時候可能係個 posture 個姿勢有問題。大部分人個 case 係零運動，咁我哋要令佢首先有運動意識先，即係話原來運動唔係淨係想減肥嘅。唔係淨係後生仔練身形，個疤其實已經個情況穩定咗嘅話咧，唔係話因為咁樣就醫好咗啦。其實因為運動我哋叫 lifetime，因為我哋唔係話淨係要去食藥啊去治療，而家去保持翻有咁嘅運動水平嘅話咧，咁其實一定係會生活會再會好啲。身體唔會辜負你嘅努力，摒棄晒從前所有嘅壞習慣，重新調理身體，建立良好飲食同運動習慣，3本齊下。再去做身體檢查嘅時候，郭生收到令人振奮嘅好消息。呢啲就係24年嗰陣時去 check 嘅中度脂肪肝，調理完身體之後，嗰個脂肪肝已經係清咗啦，冇咗啦。25年4月去驗嗰個糖分血色素都7.0，跟住到遲啲去驗嗰個糖分血色素就變咗5.8，所以西醫嗰度連嗰啲血糖藥我都唔使食啦。半年時間體重減咗30磅。體脂、內臟脂肪、連肝酵素全部都有明顯跌幅，唔使再食咁多粒藥，冇再俾三高問題困擾生活。郭生嘅努力得到成果，講到最大嘅動力同支持就係嚟自最親嘅孫女。最深刻咧都係個孫同我講話：爺，你身體最緊要好啊，睇住我大啊咁樣。佢見到我喺度做下運動嗰陣時，佢同我講，聽到之後我更加努力啲去完成嗰啲運動啊，同埋減肥嘅目標啊，同埋身體狀況夾啱時間，佢希望想同佢哋一齊去出去出邊玩下、食下嘢啊咁啊，冇所謂噶啦，邊度都得噶啦，最緊要一齊去玩啊，一齊去食啊咁啊得噶啦。